概看2017年有一定注 HPV 疫苗产生副作用的查某囡仔，因的家长提出诉讼。去年最高行政法院是判其中的3案胜诉，要求卫生福利部得爱重新来审议。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是指出讲，因会过来组成审议小组，重新来鉴定。也毋过有妇女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嘛爱重视受害者的身心状况，来放任疫苗的有害救济。这17年来，台湾女人连续接到将近40件疼查某囡仔申诉案，因伫自针对淋土病毒疫苗了后出现筋膜无力、关节或者是身体会疼，严重人甚至无法度行路。不过，卫福部审议小组判定两者无关系，互身心接受煎熬的家长无法度接受。为2017年拍官司到即马，去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定3案胜诉，其中包含骗你的妈妈。这个病症呢是不会痊愈的，我们是要终身服药的。那如果严重一点，就是身心灵受创，真的很难坚持下去，真的。最高行政法院要求卫福部重新审议，不过对当事人来讲，就算胜诉也亲像随成休败，因为卫福部说起要做何进行公平客观的中心，依然是一个问号。没想到当年这个审议小组的成员出来开记者会。然后呛这个行政法院不懂医疗专业的时候，让我们怀疑这种脱序的行为会不会继续再发生。台湾女人连续批评，审议小组成员依然是同一批人。疾管署进行都无公开表示，鉴定结果有可能甲判定疫苗无关系，这是理性审判。小组的幕僚单位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左右，或者甚至像刚刚几位提到说去下指导棋，说委员一定要判成是有关，还是一定是判成无关。罗一军表示，会依照判决见解，召集审议小组重新鉴定关联性。台湾女人连续呼吁卫福部修改做预防受害救济审议标准，放任救济，佮重新修订做预防者受害救济基金定收甲审议办法，检讨做预防者甲受害情形的分类范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